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他是耶稣，我们再次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主来指教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今天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完全以耶稣为我们的中心，高举耶稣，荣耀耶稣，活得像耶稣，与我们同在，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以你生命，耶稣以你
拜他。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在主面前安静。单单的把你的情感、意志、思想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他是耶稣。我们再次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主来指教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今天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完全以耶稣为我们的中心，高举耶稣，荣耀耶稣，活得像耶稣，与我们同在，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
经降临吗？降临伫咱中间，伫你我内底。今早起，希望伫台湾遮尔疫情非常紧张的时，咱会当三甲组织伫网络线顶，无受到空间的约束甲隔离，伫主的厅内底，咱要做伙安静祈祷，来感谢主，因为主保守你我一暝平安到天光。即时要邀请你伫主的内面，咱要做伙用默想、默观来祈祷，用安静的心听候主来，听候主的灵进入咱的心，来成做祈祷会的开始。耶利米哀歌3章25节讲：宁紧啊，听候耶和华，心内找求伊个，耶和华要施恩予伊。以赛亚书64章第4节：上帝会为着听候伊个人做代志。感谢主，你我成做伊所应许的代志，伊保守咱，看顾咱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刻，总是我知，这个平安是当咱遭受着生活中的试炼，或者是挑战的时，或者是疫情一年比起的时，咱永远有对伊来的平安、安稳、和平的。因为你看望这代志，小事认为，你就是圣经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生命中的益处。这也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生命中上大的福分。只是我们安静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我生命的保护者，你会指引我逃离罪恶，进入光明。只是邀请所有所有的弟兄姊妹，咱们用心来体会，来感受圣神的同在。因为耶稣，请你，耶稣，我请你。
撒冷的以色列人同款，透早就降落属灵的吗哪，互阮早来领受，帮助阮的灵性来得到复兴，灵命得到成长。恳求主怜悯阮，定定互罪捆绑，无遵趁你的话，拒绝圣神的提醒，用阮拥有负面的念头试探留伫阮的内心，罪就生出来，互阮的心离开了你。恳求主怜悯，基督，求你怜悯阮。阮定定照着家己的意思来行，无够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去听你，成做一个好的管家，管理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人类过度的开发、滥用资源，无尊主最大，直到人类面临到伫今仔日遮尔大的生活危机、肺炎病毒的威胁，阮的脚偏离了你的道路，恳求主怜悯。暗耳空，听阮认罪祈祷的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性命。咱要做伙来念约翰一书1章1章第90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和公义，伊会赦免咱拢总的罪，洗除咱一切的不义。感谢主，因为伊的圣神临在伫咱。互咱通看见家己的不足甲软弱，咱就赶紧来跟对大牧者的脚步，听探主的声音，日日更新，日日更新。耶稣，我听你；耶稣，我听你；耶稣，我听你。咱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咱要为着世界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来祈祷。咱有看见世界上新的统计，目前已经有1.6亿来感染着肺炎，有332万人来死亡。这中间上严重的国家，美国、印度。恳求主赦免人民，也求主阻止疫情继续的扩大。特别保守伫前线遮的所有医护人员，无受到病毒、病菌来感染，已经感染到的，恳求主保守，互因得到好的医治。特别邀请所有线顶的兄弟姊妹，咱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目前双北市因为不明的感染个案，已经来到第3级的境界。咱每一个人拢爱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也恳求主上帝赐下咱的政府官员有上天的智慧来治理国家，全民会当同心合一，配合这届的疫情防治，平安来度过这届的疫情危机。恳求主怜悯，咱做伙同心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的武汉肺炎的疫情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COVID-19的病毒目前犹原威胁着全人类的性命，疫情也未得到完全的控制，一个人陷落惊吓甲不安当中。恳求天父施乐稳定甲怜悯，保守下受感染的，会当拄到好的医疗甲照顾。祝福保守每一位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互因好的体力，还有每日平安甲快乐来照顾这个受感染的病者。恳求主恩待每一个国家的领袖，排除彼此的偏见，愿意共同分享资源，维护百姓的性命甲健康。特别咱嘛为着咱台湾目前的疫情来祈祷，
恳求主，你赐下人民属天的智慧，下咱所有的官员甲防疫人员，做出正确的防疫的策略，互咱的国家行政单位甲地方政府会当合作，政党之间会当互相尊重，人民配合政府同心对抗这波的疫情。伫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煞者，咱要为着台湾欠水的危机来代祷。咱看到台湾的水的欠缺，感谢上帝，虽望伫2礼拜之前，台湾有降下雨水，不过全台的旱象，这个水的危机也未解除。恳求主继续恩待保守台湾这个岛屿。互稳定的雨水紧紧落落来，落伫阮所欠水的这中南部的大水库。阮同心也为着这个月的梅雨的季节，有充足的雨量、水量来祈祷，请咱同心做伙为着欠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是全能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米，大自然的运行甲变化，嘛是你所掌管的。你嘛知影，并且关心阮人类的欠缺甲需要，愿意听阮的祈祷。感谢你安尼看顾阮。这个时阵，阮要为着台湾，甚至是欠水来向你祈祷，恳求你怜悯阮的欠缺，会当减到充足的雨水，互阮无伫生活上甲经济上拄到种种的不方便甲损失。互阮伫会当维持正常的生活甲生产。亲爱的主上帝，阮人类也必须为着气候变化来负起真大的责任，因为阮无好好管理你所授权互阮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阮过度的开发、资源的浪费，破坏了整个环境的平衡，导致大自然的反扑。再次恳求你赦免阮的过错，互我伫咧这边的困境甲欠缺当中。当好好思考，做出反省，负责任的管理这个美丽的土地，互这个土地里面的百姓会当长久平安、欢喜生活伫咧遮。主啊，恳求你用你大有宽容的手来保守带领阮，互阮再一次经历你教养恩典领导阮。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煞者，咱要为着咱的牧区。家庭小组成员的灵命更新，教会的集体来祈祷。特别伫疫情非常的时期，人甲人中间必须爱保持社交的距离。侪教会活动来暂停，总是无因为安尼就甲主相隔离。咱也要为着厝内底还未信主的亲人来祈祷，恳求主喜乐稳定感动因的心。也为着当咧遭受着忧伤、困苦、挑战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怜悯看顾因，无直到失去信心甲愿望。咱做伙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教会的集体家庭来出声祈祷。这较无甲你亲近，主啊，有真侪代志，阮无捌都明白。毋过伫无明白的时，你互阮中间犹原有真侪兄弟姊妹，犹原是较无来认识你，时常祈祷、读圣经，要来知影你的作为。所以对遮，阮知影你犹原在呼召侪人来安静、听候，坐伫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话。所以，亲爱的主，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求主，互阮伫疫情的时期，会当安心安息伫你的内面。特别愿主赐下信心，互每一个牧区的区长、组长、组员，伫无不安的时期，会当彼此来鼓励，用祈祷、关怀，佮有见证来彼此互使，锻炼咱的心思意念，无有惊吓，行伫合你心意的路途。感谢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必须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赐福予我，扩大我的境界，常常甲我同在，保守我无受有患难，无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伊的祈求。
听我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见证。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必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见证。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必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是啊，主的听充满世界，这是咱要为着当咧超找异地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你所知影的肢体，咱的兄弟姊妹因有身躯的病痛，在化疗、咧手术、在复健的等等，恳求主你的医治、稳定临到伫因，互因的身体通恢复健康。请咱当心，为着所有咧追求医治的兄弟姊妹来开声来祈祷。听我的大老爸，阮要感谢俄勒里，恳求你医治的大能降落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身上，互因借着你医治的稳定，日日平安有喜乐的灵，甲因同在。享受教育的快乐甲丰盛的稳定，伫每一人家庭中间。阮嘛，搁一摆恳求天顶的大老爸，你搁一摆拯救你所听的众百姓。伫即届新冠疫情成做第三级，有侪人受到疫情的影响，邀请大家为着台湾的疫情控制祈祷，互阮无惊吓，无论呢，阮嘛要为着长期静养中的兄弟守望代祷，有王俊尧、林美兰、邱吉祥等等。静养恢复中的兄弟持续代祷，有尤素珠、谢佩瑜、张明辉、何荣仁、吴天祥、黄冠清、李丽雪等等，伫近期接受治疗的兄弟有侪，阮拢持续为因守望祈祷，嘛为着郑恩瑜小朋友来提名祈祷，恳求信心甲因全家大细同在。你是阮守望，你是阮的守望者。即时临在，求你赏赐医疗团队有属天的智慧甲能力，早一日，互医疗团队找出病因，对郑恩瑜小朋友有上好的医治。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煞接，咱要为着教。恳求主彰显对福强教会的意向甲计划，互夏牧师、谢牧师、传道新学生以及教会的长职、各牧区的区长、首长、各团契的团长、小。会信徒、教育部等等的服侍团队，同工拢有对你来的智慧，同心服侍主，三甲推动教会的圣工。
互整个的教会会当心合一来回应主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呼召，咱做伙开声，为着教会的服侍团队整个的事工来祈祷。现在对我说，你是圣洁的主，甲苦传道的牧者。主啊，你伫一切的事，求上帝你来圣洁因，求因个天父将赐人智慧，将好的启示的灵来赏赐予因，互因搁一遍较明白主你的带领，互因伫未来要起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直到主你要搁来。主啊，求你保守看顾因的身体。互因伫即个疫情的当中，无受到侪的影响，互因无有惊吓，会当勇敢为着主你来传好的福音。主啊，即时阮也为着阮教会的宣教，伫时代的变迁，阮知阮需要找找好的宣教的模式来宣扬主你的福音。阮相信主你爱阮。为着你做好的福音的事工，求上帝你互阮伫阮教会每一个宣教的团队，拢有好的计谋，会当来将福音的事工传予每一个需要的人。主啊，求你来祝福阮每一个团队，互阮这个团队会当来荣光上帝你。主啊，阮安尼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今早起的主日敬拜，甲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因为台湾进入伫疫情的第3期的境界，所以即礼拜开始，咱就是用网络来直播所有的敬拜甲礼拜。恳求主圣神保守主日礼拜对头到尾圣神的引传，保守咱的服侍同工，咱的人员。虽然伫即段一直不断的变化的疫情下面，互阮的牧师、传道、小会同工有够业的智慧，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应用网络礼拜的需要。咱做伙为着今早起的主日礼拜来祈祷。天顶爸爸，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阮拢会当用感谢来祈祷、来敬拜你。因为阮知你是阮的石盘，你是阮的山寨，你是阮四围的盾牌。虽望疫情有较大的波动，出现一寡破口，但是阮知，虽望暂时阮无法度，众兄弟姊妹拢来到礼拜堂来做伙敬拜。但是无论阮伫什么所在敬拜你，只要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只要阮谦卑敬虔来就近你，你会互阮的祈祷真做芳芳的祭，要来献上互你。主啊，你着要悦纳阮一切敬拜，恳求主你会当伸你大开力的手来扶持带领阮今仔日所有的服侍的同工。阮毋是为着人做的，阮是为主来做工。恳求主你帮助阮，无论伫现场，也是伫厝里敬拜你的，你拢赏赐阮一个清气的心，会当用敬虔、谦卑来亲近你，来领受你的教导。嘛，恳求主你保守夏牧师，今仔日甚至是全国的牧师、牧者，会当透过着网络，透过着这科技的设备、通讯的设备。共同来牧养全国所有的这信徒，甲任何一位透过手机心内烦恼、惊吓、空虚，或者是悲伤、劳苦的人，因会当透过手机透过网络，兄弟姊妹会当同心围垒伫主你的面前，要来学乐敬拜主，用感谢要来领受上帝国的平安甲喜乐，来赢过疫情。赢过欠缺，赢过一切痛苦甲软弱，因为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帮助甲加添，愿知
伫患难的时阵，阮嘛是爱欢欢喜喜，因为患难就生出忍耐，忍耐就生出老练，老练有生出盼望，望阮就无底到见效。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听我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将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见证。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唯的顶牌，保护我无人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见证。你甲我同在，做我是唯的顶牌，保护我无人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唯的顶牌，保护我无人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主听充满世界。是啊，主，你的听充满伫世界，你是信实的上帝。恳求你赏赐教业的智慧、快乐，祝福伫线顶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家己的产业、伫专业、工作、服务的场所、事、农工商、家庭主妇，拢通正做荣耀主的实体。伫即个台湾肺炎疫情非常紧张的时期，无论咱伫任何的所在、任何的时间，阮拢要举起祈祷的手，请咱做伙举起祈祷的手，咱要用福音教会祈祷文来宣告，这声，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加抗，高我伫阮福音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产业顶面。伫阮四周围起造属灵的城墙，差派天使保护阮，求圣神光照阮福音教会，看见家己的破壳，无容阮撒旦伫阮甲兄弟姊妹心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医治、属天的平安、合一的敬拜甲服侍。高我伫阮福音教会，甲众兄弟姊妹心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我有听到网络线顶的朋友，甲大家做伙拍招呼，感谢主，因为伫伊无限的稳定甲听堂内底，咱通三甲组织伫网络做伙来敬拜，做伙同心祈祷、吟诗、学乐敬拜咱的上帝。因为主的听时时刻刻甲咱三甲伫地，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伊的稳定从来都毋捌失落过。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赏赐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阿门。阿门。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
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是啊，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因为主的稳定从来毋捌失落过。伊所赏赐予阮的，总是超过咱每一个人所想所求的。所以咱要做伙来俄乐赞美耶和华，因为伊是值得咱俄乐赞美的耶和华上帝。恁就爱俄乐耶和华。请线顶的兄弟姊妹做伙拍谱啊！咱要做伙来吟诗俄乐耶和华。恁就爱俄乐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之大。恁就爱俄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听。恁就爱俄乐耶和华，因为永远的主爱。恁就爱俄乐耶和华，唱歌俄乐伊。因为伊是听，恁就爱俄乐耶和华，因为永远的主爱，恁就爱俄乐耶和华，唱歌俄乐伊，俄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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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伫网络线顶做伙组织，咱要当心，无论伫顺境、逆境，阮拢要三甲组织伫伊的宝座前来敬拜。那就集体你宝座前敬拜。这个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
助阮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定着话的差错。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主一日你无做一天败，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事到夜的快乐，你助阮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定着话的差错。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定着话的差错。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哈利路亚！们感谢主，这是咱做伙来吟新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地主民尽虔诚好塞。上帝即圣殿来，大家点睛礼拜，心肝全意敬虔跪拜。多一敬拜上帝，心可里面挂来，哦你高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听天歌声呼喊，万事万作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灵魂祷告天爱，地塞行动困境扩散，困叫做阿罗听，万所应比你响，为多罗里出名。困叫万苦万头，清醒我心焦头，即可行主主必等来。亲像心塞悄悄，看你灿烂艳阳，后我落落祷告悲哀。先进高
疼世间人的主，愿拢伫你恩典实果的下面。主啊，虽然台湾的疫情突然间变化，阮用上谨慎的态度，大家人伫厝内，毋茫无增加会众的组织，互阮会通伫无共款的所在同心敬拜你。虽然无方便，总是主你疼阮。你知阮无论逐个所在，若奉你的名组织，无论是圣殿，也是伫每一人的家庭，迄个就是主你临在的所在。主啊，我要感谢你，阮也有这个福分，通同心敬拜，这是上帝你美好的恩典。主啊，愿今仔敬拜，无论是伫在场的同工，或者是伫网络、伫电视前，阮收看所有的兄弟。我拢共一样的心、敬虔的心、服侍的心，我要敬拜你，将这段时间分别做成，荣耀归你主。阮逐人共款得到属灵的感动，得到主你的疼的同在。愿你的平安甲阮众人三合伫地，特别甲阮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所有伫疫情的苦难的中间，伫挣扎的百姓同在。主啊，因为你疼阮，所以阮扛着信心，毋茫甲开力，求圣神甲阮三合伫地，互阮今日礼拜由原对头到尾，上帝你亲自带领甲固守。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民教，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虽然咱的现场只有几位的咱遮的工作服侍同工。总是有缘要甲大家请安，无论是你伫厝内，还是伫网络的中间。但伫即个线上的礼拜，咱算今仔日是算头一遍，会众拢伫厝内，牧师做几项的报告，互咱通线接的礼拜，咱真顺遂。头一个，上帝是充满逐所在，所以无论是伫教会，还是伫厝内，咱拢甲即段时间。看作是咱敬拜的时间。第二，咱会当透过网络也是投影片来了解所有的即个礼拜进行。虽然咱大家无摕到周报啦吼，所以你会当用到投影片小可嘛会当记录咱今仔日的主题，通互咱伫信仰上得到栽培。第三，咱听书拢照实体礼拜进行吼。但是呢，咱兄弟，咱有奉献的时阵，你嘛会当伫厝内用家己一个小小的客茶来做奉献，所以拢无影响到咱做伙敬拜的即个目的，因为上帝最大，咱万事荣耀伊。咱下面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咱来线接下面的即个敬拜。启应文第5篇，诗篇第8篇，我来启你来用。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那甲婴仔的嘴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月亮、星辰。人算什么？你也遐尼关心。土做人算什么？你也会照顾。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搁较客。你使我红的人更加尊贵。你指派因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
你予伊有官兵支配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中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这是咱的祈祷。至悬至圣，听阮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你是掌管万物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阮都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互阮的灵命得到帮助甲造就。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藉着耶稣基督救赎阮，赦免阮一切的罪。当阮面对任何环境的考验甲压力的时，互阮有对你遐来的信心甲仰望，专心倚靠你，保守阮离开一切的试探，拒绝魔鬼的诱惑、环境的影响甲干扰，引带阮伫信心的光照中，更新清洁阮所有无好的心思意念，将阮家己交托伫你，顺探你的旨意，伫你无限的智慧安排中，诚做荣耀你的路用。恳求你引带阮，无论伫打时打落，拢爱听探你的话命令，顺服你的带领。主啊，求你使用阮，诚做你的器皿。求你改变阮，洗清阮所有的罪，重新得到清气、喜乐、安慰，甲所需要的快乐，以带阮活伫白的阳光当中。听阮的天父，你是赏赐平安，互阮的神。你藉着即摆的疫情，提起你所疼的囝儿，爱倒转到你的面前，重新找倒来起初的疼。为着即片土地陷入危难中的百姓祈祷，高举基督所带来的仰望甲福音。求你伸出你的恩手，阻挡疫情的扩散，而且人民拯救遐一定遭受到肺炎病毒攻击的病人。愿你的大能运行伫台湾，藉着你永远长阔高深的慈爱，加添属天的力量甲智慧，互即马咧抵抗疫情的政府机关甲医疗人员，甲所有掌管者的心上，赏赐因健康的新心灵，甲因同在，互因会当坚持家己的位置，征战迄美好的征战。主啊，阮会当做的真正无济，就像即马阮伫厝内透过现代科技三角组织礼拜，同心祈祷，顺探教会牧师团队中一同工的带领，甲基督的疼诚做一体，坚定阮家己伫你的面前，领受平安的福气，搁把你心内你赏赐的仰望福音分享出去。听阮的天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富强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逐工面对瞬息万变的疫情消息，会当倚靠你的大能大力来赢过疫情的挑战。因为你所赐予阮的，毋是惊吓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阮愿带着信心看去，无论伫家庭、职场、教会的疫情危机内底，你的确掌权，搁来得胜，互阮充满上帝国度所带来的仰望。阮将今仔日的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一两位所在。第一位伫民数记第11章31节到32节，我来读。有风对耶和华出，将烟囱对海里吹来，对落伫营边。这边约略一日的路站，迄边约略一日的路站。伫营的四周四围便是。离地约略有2丈，变成起来，通日通暝，甲假日的通日，掠烟囱极少的也掠10毫米里，为本身排列伫营的四围。第二位圣经节记载是罗马书8章9节，我来读。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信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今仔圣经节读到遮，献诗，咱今仔日用影音来献诗。
牧师来讲道，今仔要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信心做风，哪风哪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在场虽然只有少少的同工，总是这个祝福、这个请安，嘛无受时空的限制。咱真袂当预料，经过1年偌久，咱台湾努力防疫，总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咱发现讲，这个病毒还未消除，咱台湾面临新的一波一款疫情的危机。虽然是安尼，大家人无方便。北部已经宣布第3级的警戒，咱南部真侪的县市为着谨慎的缘故，嘛拢主动提升迄个管制。原来卫福部的即个宣告是讲，咱的室内的聚会，若100人以下有遵守规矩就会使进。总是咱的教会有感觉到。现在这个社会气氛，大家人真谨慎，所以是毋是咱直接来宣布？恐惊过来是毋是就是会正式实施？所以咱就提早，今仔日咱就是第一摆，无邀请会友来到现场，咱的礼拜堂，用这个网络线上的礼拜来做敬拜。我相信咱已经过一年偌久的时间，真习惯。你伫大家所在，因为咱的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你有缘伫你所在的所在、徛起的所在、安静的所在，甲主亲近，这是咱一个敬拜，嘛是一个新的经验甲操练。愿主的平安甲咱正大家三得伫地。虽然这款疫情咱一年来毋捌拄到遐尼严重，总是我有缘。对咱的台湾有信心，是因为咱已经经过1年久的操练要配合无困难。第二，咱的所有的防疫的官员嘛真用心认真，也伫防止用各种的措施，所以咱希望会当赶紧止刷迄个感染的路径，互咱安定落来。第三，咱也求主保守。咱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咱国内的疫苗，会当紧紧来发展出来。所以，当咱经过这个措施，希望会当互咱的迄个紧张甲烦恼，会当止刷。兄弟姊妹，咱永远照共款，同心聚会敬拜。咱后礼拜5月23是咱教会历的这个圣神降临节。多伫这个母亲节过的时间。咱要三甲学习圣神的工作，伫教会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就连续用2礼拜的时间，要甲咱三甲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圣神造访，亲像风，亲像火”。拄则咱已经读过2段经文的时间，咱分享的时会当过来复习吼。那这个经节的内面，咱会通看见一个足特殊的这个景象，就是以色列百姓当因伫这个旷野的时阵，上帝赏赐因食物。咱平常时印象较深的是讲玛纳，对无？有玛纳，但是呢，伫这段经文有记载着，上帝赏赐因另外一种的食物。这让互咱去看见。上帝做工的一种轨迹啦，一种的方式，这是咱所看见圣神同工迄个外显的即个现象。咱今次圣神降临节后礼拜，所以第一，咱真确定，真侪兄弟姊妹特别经过这段时代的基督徒，拢有经历到21世纪是圣神同工的大世纪，所以。
伫咱圣神降临节要到的时阵，咱阁定心来承认、来认捌圣神的工作。咱承认圣神，欢迎圣神，嘛接受圣神。咱拄则讲头一段经文是上帝一个新约伫以色列百姓。圣经伫咱今仔日所读的两段经文内底，有记载着圣神同工两种显现的模式。头一个模式就是咱拄则所读民数记11章31节，讲上主和风吹起啦。上主和风表示讲，这个毋是大自然的风哦，是有风对耶和华出。这个耶和华出，你还阁无够，因为伊有特别的礼物啦。所以以色列因出来埃及的时阵欠缺食物，对上帝定定会埋怨，定定会埋怨。哇，咱因为疫情一个来大家相坐去超商买物件，厝里囤一大堆物件，拢毋惊烦袂烦恼讲物件有无够食。但是伫旷野的百姓呢，因有钱嘛无地买，无物件通食，所以常常对上帝来埋怨。甚至怀念因伫埃及的日子，所以在这段过程中间，嘛有记载着摩西选70个长老，圣神特别有讲上帝灵停伫因的身上，因就受感动讲话，表示伫旧约的时代、出埃及的时代，这受选的长老，因毋只干那是因有才干、有能力、有威信。是因为因开始就有圣神的感动，互因讲话安尼。所以上帝显示异象啦。圣经记载讲，突然间上主互风来吹起，规群的烟吞对海上来飞来。烟吞呢，咱台湾是有啦，但是咱较毋是咱主要的这个鸟食种类但是国语讲鹌鹑有真侪人有捌食过鹌鹑的卵比鸡卵较细粒安尼这个鹌鹑呢，伫当时中东的所在，哇，是因真侪人感觉真重要的一种营养食品就对啦。因为烟鹌的卵甲肉营养真好，所以呢，有人还号做讲烟鹌是迄个动物的人参嘛人参讲动物的人参就是烟鹌，所以烟鹌的肉除了真油真青真好食，阁有低热量咱知影讲现代人嘛足注重这个，嘛有低胆固醇低脂肪、高蛋白这拢是上好的食物就对啦无想讲伫出来埃及的时代，上帝就把这个烟鹌的肉来赏赐互因。所以圣经记载讲，上帝的灵显示这个异象，有风对耶和华出，将烟鹌对海里吹来，吹来咱知影鸟要掠无好掠啦咱知影讲，咱要掠鸟哪有较简单？但是上帝安尼白白来送到这以色列因的营的中间圣经安尼记载讲，有风对耶和华出，将烟鹌对海里吹来，坠落伫营边。这边约略一日的路站新约的圣经就是讲几公里啦。伫迄边约略一日的路站，伫营的四周围遍是意思讲密集足密集的迄亲像安尼狗遐安尼规簇就对啦讲离地约略有2丈，2丈就是1公尺悬差不多到我的腰遮拢是这的鸟这咱要哪赶会活来？咱现在咧集体迄个农场咧饲鸡嘛无遐济咧，这拢是圣神咧做工。所以圣神做工毋只干那是伫人的身上显现的，是伊伫自然的现象中间有做一款真奇妙的事，就对啦这是因讲百姓起来，同日同暝甲隔日的同日，拢掠烟鹌，极少的也掠10毫米粒，10毫米粒偌济？1000公斤，哇！1000公斤要哪掠？就四周围拢互你掠就对啦。好像迄比饲的鸡较乖就对，骨在互你掠就对讲因为本身排列伫营的四围，为本身这是台语
旧约的宣法律，新约咧真简单讲，就是讲，哇，啊，当然遐济要哪食会了，对毋对？讲伫四周围来甲拍干啦，吼，这烟春干安尼就对，啊，通好慢慢食。啊，这是烟春吼，迄个相片，一只可能细只鸡啊，迄种感觉吼，烟春啦。啊，烟春无那是属有人在饲吼，你看啊，足密集啊，可以做，可能有那较属于群居的动物就对吼。所以这显示什么呢？主的灵临到的时阵吼，连物质的物件食物，上帝嘛透过神者来赏赐，吼以色列看到漫山满谷的这个烟春，吼啊，这是真奇妙啊。虽然呢，这个神者显示了上帝对这以色列百姓因的信仰、伊信心吼，啊有真大的无欢喜，就对啊，所以有甲因刑罚。但是呢，这嘛是咧表现上帝对因的疼，知影因的欠缺较无够。咱嘛看见新约的圣经，耶稣用5块饼2尾鱼来行神迹，互5000个人食饱。虽然地点方式无同，你拢知影这是圣神做工者的法度。上帝的神迹用足奇妙的方式来互因，所以这是风对海边吹来，这是圣神工作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咱后礼拜咱讲较详细，就是圣神感动的第二种模式，就是记载伫《使徒行传》2章2节。伊讲对天顶有声落来，亲像一阵大风吹过。因为咱要互咱天咱的这个大纲啦吼。啊，台语的翻译真简单，讲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啊，这段经文呢，咱小可先做一个复习就对啦吼。伊讲五旬节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坐归经的厝。哇！对天有声，佫亲像大风在吹。若要用咱的话讲，呼呼叫，哇！风声足大就对啦吼。啊，规间厝拢充满，就得分开的指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指，照伫达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这个风、这个火、这个指，拢甲圣神有关系。所以因受圣神充满，就开喙讲别样的腔口，照圣神所赏赐所讲的。安尼即位，这话咧甲咱讲起，圣神充满伫文道的心上的时阵，讲因安怎照着圣神所赐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语言就对。安尼即位。圣神伫遮充满了圣神伫文道的时阵，因竟然能讲出无共款的话，达国的话。真显然，上帝透过文道来讲别个腔口，来祝福达国的人，因为大家听无嘛。但迄时毋是讲迄个字音的方言哦，是讲出大家所在来的人因所听有的话。圣神做工，互因一个就了解。耶稣讲：“我要找圣神来，迄款的气力。”对迄个时阵、迄个时刻就显明啊！吼，所有对外地人来，毋免经过翻译，就马上会当知影。像即位，咱拢知影，人类因为感官甲知觉会领受有限啦。咱咧想讲，上帝对咱显现，当然伊的囝耶稣基督亲自临到伫世间，这就是上界极致的表现。但是人因为有咱家己的软弱甲不足。所以感官知觉领受有限，所以圣神呢，常常会透过咱习惯的方式来证明伊的能力。啊，咱伫圣经有看到真侪项，比如讲亲像风、亲像火，嘛讲亲像春雨，哈，春天的雨，亲像膏油，哇，有真侪圣经拢咧记载即个上帝显现的即种的情形伫咧。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圣神降临节要到的时，咱搁一遍。来理解着，敬拜上帝毋是一个知识上的认捌甲理解那点，是你爱去经历着圣神的同在做工，照圣神的引带启示带领，你才知影讲上帝爱咱做啥物。啊，这是圣神的世代，咱基督徒特别都爱注意的、学习的。所以兄弟姊妹，认捌圣神、承认圣神、认知圣神，是咱这个时代大家人拢都爱学习到的。
一段经节真充分来表达出圣神的这个位格甲性质，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充分表达出来。咱在场的同工兄弟，咱做来读这节经节，短好无？来第9节预备来。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就恁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真奇妙吼！咱真侪人会去无理解讲啊，上帝啊，搁耶稣，搁圣神，到底是啥物？咱基督教上重要的一个教义，叫做三位一体。这段经节甲三位一体拢完全表达出来。伊讲，既然有上帝的神，嘛是圣神，对无？过来，伊点伫恁内面就无属本性。就是我这个人吼，这个肉体外壳有人的本性，有人的七情六欲，但是若有圣神点在我内面，我就是属圣神的哦。我这个人，当我有上帝临在、圣神临在的时，我就属圣神啊，毋是我这个普通有限的人呢。啊，过来。伊讲，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安尼一节圣经节，甲三位一体拢描述出来，迄实在是足奇妙吼。兄弟姊妹，所以因为安尼，咱现代基督徒无搁误解圣神，掠做圣神是干那一寡教会教派才有吼。啊，咱无咧插这，啊，这甲咱无关系，毋是啦。那安尼你等于甲上帝分开咧？你像一支刀甲切棍啊，割安尼呢？所以，咱有几节经节咧讲起着耶稣受圣神充满的证明，等于降临伫世间，成做人的样相。圣经嘛记载讲，耶稣互圣神充满呢。第一，路加福音3章22节，讲圣神有形体会降伫伊的身上，亲像钱啊。吼，圣神用这个形体降临伫伊的身上。第二是路加的4章第1节，讲耶稣充满着圣神。这个是这个现代中文版啦，吼，方便咱记录啊较一致安尼。第三，路加拢是伫路加，所以有人甲来称呼讲《使徒行传》是圣神的行传，同款路加写的《路加福音》。嘛，就是圣神的前传就对啦吼，因为记载真侪圣神的工作。4章14节讲圣神的能力甲伊同在，甲主耶稣同在。第四，路加4章18节，耶稣讲主的灵临到我。所以啊，你即位，当咱基督徒上无共款的传统培养的时阵，特别顶到教会以早咱较少去讲到圣神，但是当你咧讲安尼的时阵，你爱细字讲哦。啊！耶稣讲主的灵临到我，啊！你讲无，啊！你毋比耶稣较牛较大。耶稣做工嘛是爱圣神呢。耶稣互5000人来食饱，伊嘛是靠圣神的工呢。啊，所以咱毋通搁再有误解，也是讲疑问啊，讲即个是倒一个教派，也是灵恩派的人才有的圣神，是咱知影讲圣神做工伫咱正人的顶面。但咱要做一个描述。以前我捌讲起，但是我感觉这个概念，这个信仰的概念真重要，所以咱搁做一遍复习。咱讲圣神是上帝第2摆道成肉体啦，圣神第2摆道成肉体，安尼意思是有第1摆嘛吼。若是用咱这个圣经的历史甲信仰的传承，第1摆的道成肉体就是主耶稣的圣诞节。为什么讲圣诞节是第1摆道成肉体呢？因为上帝原来是神嘛，伊伫天顶嘛，无伫这个地面上嘛。为着要互世间人认捌伊，拯救咱世间人，所以伫2000年前，伊家己亲身道成肉体。啊，伊什么安怎做呢？照着玛利亚出世做人，就是咱的主耶稣。这第1摆道成肉体，约翰福音第1章讲了真详细，啊，这个咱无什么意义啦吼，咱无什么通讲，我甲圣经明明安尼讲，但是呢，咱家描述讲第2遍圣神降临，迄可能都有点争议哦。但是咱若对信仰来理解，这个无困难。
第二届的圣神降临吼，就是圣神降临节啦。多加肉体就是圣神降临节。是安怎讲呢？因为拄则咱罗马书这段经文真清楚甲咱讲嘛，圣神降临进入，也是讲内住伫咱遮的平凡的人，你甲我的身上。所以圣神照着咱的身体来多加肉体，伊是讲第一上纯粹的，哈，咱讲100%，吼，无17个啦，就是伫咱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耶稣上天啊嘛，伊即嘛要找咱遮的门徒来做工。啊，耶稣需要圣神同在，啊，咱却毋免，嘛足奇怪。但是咱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圣神降临伫咱身上，有可能哇，你拒绝啊？有可能是信心无够，吼，迄爬树啊，悬悬低低安尼吼。啊，所以咱每一个人，若是接纳圣神、承认圣神，就是圣神的以马内利。啊，这互咱感觉讲恍然大悟啊！原来圣神降临吼，毋是一件事件呢，毋是一件伫早前发生的代志啊！咱咧甲讲互详细，讲互记录互清楚，毋是。是圣神降临，是活活伫咱世上一代过一代。若是你迎接、欢迎、承认圣神，你就会当有圣神的同在。你就是第二摆的这个道成肉体，是以马内利。若要讲较简单讲是讲，你有圣神伫你中间，你就是一个小耶稣就对了。但是咱袂当像耶稣无罪，是一个完全的充满。啊，所以。圣经有记载讲，圣神是另外一个保惠师，约翰福音14章16节吼。啊，讲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各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同在。哇，互伊甲恁永远同在，三甲大。啊，这表示讲圣神伫你的身上，你就无搁再是一个平凡的人，有罪的人，是一个软弱不足的人。平凡的人会当做大事，若是你信心有够，你有圣神的同工。啊，所以兄弟姊妹，对伫安尼，咱的心感觉讲爱火热起来啊！因为有风，阁有火，啊，你拢无感觉。安尼圣神好像对你的面前飞过吼，啊，你拢无知觉，迄嘛真奇怪。基督徒若无去经历圣神，咱会使讲你是一个知识上的基督徒尔。你一个讲我知，啊知都无啥物气力的。兄弟姊妹，因为耶稣已经甲咱印证这项事。第4项，讲咱受应允，要做比耶稣更较大的事。真侪人解释这个圣经在是拢有一个矛盾，讲啊耶稣都遐尼大，咱哪有法通做比伊较大啦？耶稣讲迄个大，毋是讲你做的代志比伊较大，是众人同心做伙做，要比伊伫当时伫巴勒斯坦、伫加利利。诶，周围所做的工吼，才会遮尔济的小耶稣，奉伊的名施献出去，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基督徒，所做的事，当然比伫肉体伫世间的耶稣做的较宽较多嘛，佫是逐世代嘛。所以约翰福音14章12节，安尼甲咱讲，我实在甲恁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也要行。我所行，伊也要行，安尼表示什么？耶稣会当做的事，若得到伊的应允，若得到伊圣神的充满，我嘛要得到呢，我嘛会当行呢。讲就这的事较大，也要行伫伊，因为我归伫爸，意是讲这做的代志比我所做的较大。最后，我要分享伫拄即礼拜吼，我甲谢牧师咱参加咱中会传道部。去参访几间教会，啊，因经历圣神真奇妙反转的故事，互咱伫遮来学习安尼吼。参观的教会有即几间啦吼，咱可能拢毋捌听过吼，进前我嘛毋捌听过啦，可能伫高雄即个我小可知，伫高雄的一个吼，咱较早吼真少人去啊，叫做燕巢。咱捌食过燕巢的粿仔无？若食粿仔就知影啦吼。
啊，无期待遐吼都无啥物出产好米呢。啊，咱毋是咧企业嘛，是讲，若照一般咱的眼光来看，燕巢虽然近高雄市无偌远，啊，毋过遐吼，就是迄观音山的山区啦，拢较夹的地啦。但是这两间教会，因伫最近得到真大的反转，一间是长老教会哦，吼，一间是燕巢的清水福音教会，第三间哇，阮就坐车吼，哇，拼去到台东啦吼。台东的太麻里，啊，就是出太平洋，啊，就开始去哩的第一个，对北边去哩，第一个乡就是太麻里乡，一间兴旺浸信会，啊，搁到市内有一间丰田赞美浸信会，这两间吼，拢毋是长老教会，啊，这两间拢是原住民的教会，原住民的教会，啊，这。拄则我有所讲到，这是初10到11中会牧者，因特别所敬的教会是参观吼，毋是足大间吼，啊足请呀，啊伫市内外头这项资源拢有诶，啊咱大家讲干那看尔，看都对袂着咧吼，啊咱来看郊区偏乡，资源无，人才无，啊逐项的条件无诶吼，因安怎反转？安尼看毋才会准吼，表示讲啊，迄毋是靠市内吼，遐侪资源，遐侪人才啊，啊，所以拢总有39名坐只游览车吼，啊去参观中小型的教会。我都有讲无用大型教会做目标，用小乡村小型无资源的教会，因会用成长反转的见证。那一个共同的这个典型就是，这个牧者。拢毋是讲哇身经百战，安尼18般武艺拢会啦。大家拢是几乎吼，啊，都行无路啊，就对啦吼，啊都较逐项功夫拢点了啊，都做袂起来，甚至想要放弃啊。但是后来顺服圣神的做工有改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简单几张相片，甲咱三个分享。头一间是。燕巢基督长老教会，这个牧师是一个女牧师，叫做刘怡新牧师啦。我伫高雄牧会的时阵，我都有听过，虽然无共中会，但是我因为常常咧看伊的母会，就是德兴教会吼，啊德兴教会因拢会这个寄才会周报互大家参考。啊，当时的牧师就是咱现在的院长啦，啊胡宗明牧师啦。啊因吼无条件哦吼。本来毋是因开设的，总是呢因家己等于家己领养就对啦，吼领养做伊的机会。啊，牧者所有的薪水社咧，拢由教会来甲支付，是真甘心啦。但是即个老牧师吼，伊安尼讲，这是阮伫门口吼，门口啊翕相的照片，这是因的礼拜堂吼。啊，这个是刘怡新牧师吼，刘怡新牧师安尼。啊，伊咧见证的时阵，互阮心内真感动。伊讲伊是2006年啦，2006吼，啊表示到今年拢经15年啊吼。啊，德兴教会本来要甲即间结束起来啊，因为呢，帮站14档拢无停哦吼，但是无起色啦。啊，当即个老牧师伊来到即间教会赴任的时阵吼。教会只敢若剩20个老人，大部分拢毋捌字啦，甚至有迄精神上有问题的会友。啊，即个传道讲啊，即声我这当要怎做？因为头前吼已经毋知几个牧者吼，啊，就做无1档2档，啊，做一下啊吼，上计毋知通4、5档、5、6档，就拢离开啦。啊，即间德兴教会因支援10几档。你知影一个牧者基本社咧一年，安尼甲算咧，伊讲几千万的投资呢？啊，几千万投资若投资会落去，安尼嘛是算袂歹呢。啊，毋过拢无起色，啊，所以本来想要关啊就对吼，本来想要关啊。也毋过伊伫咧行无路的时阵，伊开始想讲，我若离开，安尼因要安怎？所以伊就开始想出足侪办法。简单讲，就是讲，
伊开始接受圣神的工作，伊去对遮的长辈牧者来敲找，要安怎靠圣神来翻转。当伊讲上帝啊，我伫遮互你用的时阵，伊开始改变。头一个意思讲，即种偏僻的所在、真迷信的所在，要传向足困难啊。上好做的是啥物？咱搁再考好陪读班，做考好陪读班。哦，伊就发一寡公文啊，伊讲也袂晓写公文，啊，就是有写去互学校的校长。校长讲，哦，哪有遐好？庄卡所在囡仔无人顾吼，啊有一个教会讲要来接纳即个考好陪读班，伊讲印互逐班的老师啦，逐班的老师佫想想讲，啊无规矩佫印互每一个学生早转去互父母安尼吼，讲伊一张公文毋知印几百张就对啦。对一个小小的事工开始，招呼遮囡仔来读册，安那互因食饭，伫去舞会募款。老牧师讲吼都无经费，到要安怎？因为遮个囡仔拢是单亲啦，无就是隔代教养，咱嘛知影路配，就是这三项就对。他这你叫伊交钱，伊都哪有可能来啊？讲有一站吼，即个老牧师讲去学呢，去学安怎做鸡蛋糕，伫咧街仔路摆鸡蛋糕安尼，来卖钱，来做经费。故事听得真精彩，应该有机会请伊来分享。伊一项一项开始克服，但是上重要是圣神咧工作。有个囡仔孙，伊的阿公是迄个当机咧；有个是伊的老母，即个妈妈呢，有精神上的疾病，有鬼神咧搅扰。伊后来靠圣神的工来，互因经历了上帝的同在，所以伊佫开始做大学生的工作。因为要做考好陪读班，所以就邀请大学生来做即个讲读嘛。哇，规个街仔路吼，一大堆小朋友拢是因的学生啦。因逐年呢拢做迄个一领 T 恤，互因穿，逐项色拢有啦吼。伊讲有时一礼拜到学校无讲穿制服有无？讲穿自由穿，遮囡仔拢穿伊领，等于写即个燕巢教会的 T 恤就对啦。哇，拢去到学校，大家拢看到即个燕巢，所以变做伫社区诚做人足欢迎的一个教会安尼。因原来剩120个，有大专生入来，有遮个微信者入来。进要到100，要到100个。伊家己经历讲人做伙毋是团队啦，有心做伙才是团队。伊讲会友随时会离开，受伤会玻璃心的人嘛会离开啦。就是你无同心的人，讲只有温度才会一直拢存在。所以伊就伫遐所来屈落去，看见上帝伫遐做真水的工。其他的教会我简单带过就好。第二间是深水的福气教会，燕巢的深水福气教会，这是一个薛慧珍传道。因的礼拜堂伫山区的路边，附近就是蒙阿埔，是因为当时伫这个所在深水咱高雄的人知影，深水所在有两位的农民之家咧，就表示咧照顾这老兵所以因嘛是因为这老农民无地通做礼拜。当时伫高雄的一间教会来甲设伫遮，较属伫迄个叫做地方教会系统就对啦这是伊的外貌是清幽，但是呢附近拢真偏僻，若毋是迄个领办园，就是工场搁较远是蒙阿埔安尼就对啦是阮伫因的礼拜堂内底做伙翕的相这是即个传道薛传道安尼。这个传道伫原来真保守的教会成长，来到遐牧会嘛是牧到已经无法度通好搁继续就对啦。但是呢，伊的先生是城大博士，伫桃园本来有几百万的迄个年薪的工作，为着伊放弃呢，陪伊伫迄遐屈落去。大声对这老大人
来关顾。后来呢，因用迄个赞美操，带遮个老大人开始运动，庄卡遮个边仔遮个人开始慢慢加入安尼吼。后来拄啊好2016年啦，本来这间教会嘛是讲啊，都扶袂起啊，若遮老人凋零去，可能就爱关啊，因为母会已经长期久，已经放因独立啊。但是因后来发现讲，伊甲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结连啦，就是讲若安尼是毋是用其他的方法来推动？所以为着开办幸福小组吼，慢慢剩上少剩好。无差不多10几个正10个安尼啦尔，但是后来到伫2016年以后，会友增加到82个，增加到92个。所以实在是，互因感觉到讲，上帝圣神做工的时阵，开始有变化，开始有进步，开始反转。所以这间教会最近真侪人去咧参观，想是安那遐尼偏僻，资源遐尼少，无同工的所在，竟然会反转。其他的教会就是台东太麻里的幸福浸信会，这是一个少年的廖正芳牧师。伊把附近几间的礼拜堂拢叫做浸信会什么堂就对啦。伊这是因的外口吼，是来大家一间小小的礼拜堂，大家做伙参观啦吼。这个是这个牧师，真少年的牧师，伊是一个足好的这个歌手甲迄个敬拜团的老师啦。有一站嘛，伫咱台南即个所在吼，有捌开课教课安尼。即个呢，就是伫即款情形的下面吼，看见到即个老正和牧师呢，伊安尼无放弃，看见遮少年囡仔吼，拢出外去啊，差不多拢成老大人，但是伊无放弃，慢慢去考，慢慢去招。伊望讲一规个太麻里讲差不多3600个啦。伊用即个目标，望要传福音，互因来信主。伊嘛是就是甲即个福气教会结连，安怎用幸福小组慢慢得到真侪人来归信，真侪外地的青年都倒转来。所以呢，即间教会因开设无共款的礼拜堂，逐位所在伫开拆，互遮少年人有好的服侍。最后一间呢是台东的丰田浸信会一个高中辉牧师，阮听到伊的故事嘛真感动，因为即个高中辉牧师的老爸开始就拢伫即个所在咧做工。因为台东迄所在有真侪的孤儿啦，有真侪迄个无稳定的家庭的囡仔，伊拢家苦来牧师馆做伙。伫迄个所在做生活，甲因照顾。即个高中的牧师原来毋是做牧师啦，是改成伫警界警察就对啦。但是后来接伊的爸爸的棒，开始靠遮个囡仔，开始造就，嘛是开始即落真大的反转。因嘛有青年牧区，嘛有主日落的牧区，哇，进步啦有够紧就对。即间是伊的教会，叫做赞美教会这是即个牧师，这是伊的牧师娘嘛是做同工吼。这是伊的囝婿，哇，带青年真够带这个是伊的查某囝，真够键盘也唱带带这青年安尼。这是因伫迄个所在所做的迄个工。所以伫遮的教会拢是真细间，但是呢有真好的成就，因为因后来做幸福小组伫2015年的时阵无几人啦。到2016年开始推动了后，有15个受洗；到2017年有26个受洗；18年有20个；19年有15个；到2020年旧年有40个受洗。你讲一间小小的教会，伫偏乡的教会，竟然有遐尼侪人，因为因迎接圣神做工，求圣神同工。各位兄弟姊妹，真欢喜咱。知影圣神也伫咱教会做真侪好的工，咱教会会当经过这10冬的翻转，有真侪好的同工，有真正的牧者甲咱领导，但是咱拢承认讲，若无圣神做工，咱做袂到。祈祷的气力，大家同心合作，所以咱伫遮通看见讲，
圣神亲像风，亲像火，伫咱中间在做工。我相信伊要继续甲咱同在。虽然现在是疫情的关系，但是咱仰指圣神来做工，来翻转，有新约基督伫咱中间，传福音的快乐来发展，咱就能看见上帝的祝福继续伫咱的中间。真感谢主，咱要吟一首圣诗，吟诗了后，我要请义璇姊妹来分享着家协家庭协同中心咱先来唱这条。求主，你用圣神来充满我，因为较新啦咱请同工会当举麦克来做伙唱，咱要唱一节就好一节就好。再来。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赞我真心感受你回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赞我真心感受你回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第一再搁唱一遍来。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较紧小可来。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愿我真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赞我真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我先带咱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再来请义璇姐妹来做分享。主，阮的上帝，伫圣神降临节的进前，阮搁一遍通过圣经来学习，阮认捌圣神做工的大快乐。上帝，你伫早前伫出来集的时，大风吹起，互烟春聚集伫以色列百姓的营房四周围，供应因肉体的需要，也见证上帝你的大能。我若看见初代教会圣神临在的时阵，亲像风有火，亲像分开的纸，伫遮的温度的亲像。主啊，你的圣神一直伫阮中间，求你帮助阮仰指圣神，接纳圣神，相信圣神，因为靠人的快乐有限，做了无照全、无完全。恳求圣神做工伫阮中间，特别伫这疫情的威胁的过程，阮兄弟姊妹，大家人袂当做伙组织、做伙学习、做伙吟味。恳求圣神眷顾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通过圣神的做工，大大兴起伫你的圣会，伫传福音的事工，看见新约基督伫阮中间。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即个主日是咱台南中会的家庭协同中心的主日。咱教会义贤姊妹伊拄好伫即个协同中心在做同工啦所以我特别安排讲，是毋是请伊来做分享本来是咱若是实体礼拜咱是有分奉献地来大家做伙关心奉献，但是因为咱即马实体都暂停我就请咱义贤来报告咱教会小会再来用咱的即个基金来拨出来奉献安尼。咱就来拍拍欢迎，来义贤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信主30年，在我国小6年级之前，其实我经历了5个对我很重要的亲人的生离死别，他们分别是我的大哥、妹妹、爷爷、奶奶以及我最爱的妈妈。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开，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情感上很大的一种创伤。我长期处在这种死亡阴影当中，我的心灵有了极大的恐惧。这样的恐惧通常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当中就会
让我的情绪失控。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准时回来。我信主30年，在我国小6年级之前，其实我经历了5个对我很重要的亲人的生离死别，他们分别是我的大哥、妹妹、爷爷、奶奶，以及我最爱的妈妈。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开，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情感上很大的一种创伤。我长期处在这种死亡阴影当中，我的内心里有着极大的恐惧。这样的恐惧通常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当中，就会让我的情绪失控。我的家人如果没有准时回来，我就会一直打电话找他们。假日的时候，如果我的小孩子跑错图书馆，让我找不到人，我就会找每个图书馆。那还没有找到他们的过程，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生怕他们发生了什么意外，诸如这一类的事情。那或者是像我的孩子，他生病了，我就会四处带他们找医生。这样的一些情形，对我的家人来说，无形当中就是一种很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一些小小的事情都会造成我很大的一种情绪反应。其实每一次不安、焦虑的情形，我都是非常努力的在祷告，但是我的内心仍然不安，所以慢慢的对上帝就失去了信心。我就一直活在这种恐惧、害怕的循环当中，一直到后来我接触了家庭协谈中心，在协谈员个别的会谈，以及参加中心团体的课程，在老师和同学之间，我们的彼此分享、讨论和回馈当中，我增加了自我觉察的能力，让我看见了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对于死亡恐惧的害怕。当我知道问题的所在之后，我就开始在协谈中心的陪伴当中，慢慢的走向复原的道路。渐渐的，我发现我的情绪不再是我的困扰，而且我的祷告也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回应。我的生活开始有了平安和喜乐。感谢主引导我来到家庭协谈中心，让我看到内心里面深处的问题，让我慢慢的离开了死亡阴影，让平安喜乐回到我的家庭里面。我要感谢家庭协谈中心一路上的陪伴，让我走向复原和成长的道路。我可以，相信你也可以。咱台南中会各位牧长、主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多谢咱过去对台南基督教家庭合同中心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这个时间会当伫咱台南做侪来帮助这个需要的人。家庭合同中心是一个用圣经的真理甲专业的知识，来咧帮助侪心灵需要欠缺的人，通过因会当伫这个中间得到帮助，来建立因的家庭得到健康。嘛，咱大家做伙来打拼，通过恁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中心有够遐的经费甲气力来帮助这些心灵需要的人，互咱大家做伙来打拼，由因来万大心灵健康，佮互因会当经捌主耶稣来进入伫上帝稳定的国度。过一摆，多谢咱大家，嘛咱搁较关心来奉献、来支持家庭合同中心。多谢大家，多谢。牧师、团队、各位长职、甲兄姐，大家平安。我是义璇，是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的社工。感谢教会，互我有这个机会，会当代表家协来遮请安报告。今仔日是咱的奉献主日，希望透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会当互各位兄姐搁较明白阮的服务甲事工。家庭协谈中心是台南中会所设立的机构，
对1978年成立到即马有43年的时间，伫咱的社会中，真侪人面对家庭的问题，亲像婚姻，也是亲子教养的冲突。嘛有人亲像影片中的姊妹共款，失去上爱的亲人。家协的设立，就是希望会当将耶稣基督的疼，透过专业的协谈，帮助忧伤困苦的人，陪伴因做伙建立和睦的家庭。另外，家协嘛有办理课程来帮助无共需要的人。今年都有自我探索工作坊、婚前辅导人员训练，还有悲伤陪伴的支持团体。透过课程的学习，帮助因会当更较明白家己，知影家己毋是孤单咧面对人生的困苦甲艰难，伫彼此的陪伴中，做伙学习甲成长。家协的经费主要是透过正教会兄弟的关心甲奉献，因为家协的协谈服务是无收费的，是参与人用自由奉献的方式，希望透过各位兄弟的支持甲奉献，会当互家协有更较侪气力去传福音来帮助需要的人。以上是家协的报告，更较侪消息伫咱的请安报告资料中，特别是有今年度的课程，邀请大家会当来报名参加。有兴趣，也是有需要的兄弟会当来教会摕资料，嘛会当甲阮联络。搁一摆感谢教会，互我有即个机会，会当代表家协请安报告。多谢大家对阮的关心、带导甲奉献。愿上帝祝福大家，多谢。这是咱来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这时，请会众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会众请坐。这时我来报告，伫报告台先，咱来读本个月金句，咱来读一遍。请。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即款行为一般法律无得禁止。加勒泰书5章22到23节。这是咱先开周报，
下主日的侍奉当中司会是李英谦长老，其他请咱大家来注意。献开第四集体交通，本主日是台南家庭协谈中心的奉献主日，咱今仔邀请义贤姐妹来咱的当中来报告，咱嘛持续为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来代告甲奉献。伫第三点下主日，咱本来是有定要圣餐甲洗礼式，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来延期。伫今仔日下晡，咱的中职领袖大学的课程，咱嘛来取消。第五点，咱本会本来有定伫6月13到14要举办的中职领袖年终的领袖会，咱才看状况来咱较搁来更新上新的状况。第六点，伫本会8月7、8设到45周年，甲父亲节的感恩礼拜主餐，咱嘛是持续来报名。其他的牧区团契消息、关怀代祷的事项，请咱大家看。咱嘛持续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代祷。奉献精神的部分，请咱嘛大家来看。有出入的，请会计人员来跟进。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要请东港有一个投影片补充报告，咱请投出来，牧师先做报告各位兄弟，咱伫网络上咱拢现在有咧看，就是表示拢你真清楚了解教会的状况，是迄个投影片的文字档咱因为即个实体周报咱可能足侪兄弟无来就摕袂到，但是请你会记哩是咱的即个教会 FB， 你通看会到当然咱即摆上界关心的，就是讲无法度人看网络，甲咱教会有点仔失联去的这兄弟，所以我特别要拜托拜托咱这个小组甲这个四个即个4个咱的即个圣家族的同工，人发动即个关怀特别是这袂当用简讯甲这个赖群组来联络的，咱尽量来关心。当然，你现在有咧看网络的即个聚会哪会当你会当伫顶面有即个留言的系统，人留一个讲我是啥物人安尼，互人感觉讲你有甲你互动就对。若伫收视的情形光线啦、声音啦、影像啦若有啥物问题，你嘛当甲顶悬家回应一下，互咱即个当工人员同工通知影这是咱伫这疫情过程中间，咱必须爱即个克服的问题安尼当即种网络礼拜，咱嘛毋敢讲到底爱维持偌久所以我做几项的报告咱会当看投影片安尼较清楚。咱的小会有决议，因为疫情真紧急，暂停今仔日5月16到后礼拜23的实体主日礼拜。因为若照中央疫情的中心讲的是讲，咱若即波2礼拜控制落来，大概就是迄个会当整理的范围。若控制袂起来，迄就搁另外讲所以咱甲即2礼拜，当然到6月初8是政府的规定，毋过即2礼拜若有清楚，是毋是讲恢复少数，还是讲局部的实体礼拜，咱才搁来公告所以需要咱看咱的即个即个群组或者是咱敲电话来教会问后续咱才照资源署的广告，是毋是要恢复安尼？第二是咱线上的礼拜，咱今仔日可能通知无交文无一定毋过请你会当伫网络来回应，讲你有收到你会当真清楚安尼这是咱线上的礼拜一个实际的即个进行那第三就是讲，咱会当看见即个，你若讲无迄个收到收视的网址，你会当就去起印来甲伊做一个搜寻像咱迄个 FB 是富强光源国度
也是讲我的教会 APP 你有加入的，会当点入去，也是讲 YouTube 你家搜寻讲富强教会影音团队，就会当看到。咱继续为着这个疫情会当控制来做祈祷第三就是奉献啦因为咱现场嘛是有举行奉献，但是毕竟是少数所以呢，咱等下有一个短影片是去年咱看见这个双年教会因教导咱的会友安怎伫厝里做礼拜线上的礼拜等下咱请伊来放安尼咱若是伫厝里，你这个时阵拄则咱有做奉献嘛？你嘛让伫厝家己做奉献，用一个纸箩啊缀咧，你留咧，若讲袂当随来，你就保管有一天咱摕来教会办公室，互因来做伙整理，咱照时间再来公告安尼即个嘛有多元奉献的管道，就是其他的月定奉献11奉献圣工的奉献会当用信用卡多元管道，也是用适当的时间交来办公室。咱来做点收安尼特别上重要是因为咱现在袂当资金嘛，实体资金，所以这点真重要。请全体富强的咱大家庭，伫疫情的期间，用小组做单位，透过通讯的软体，人讲遍地足坛就对啦逐位所在拢是上帝的祭坛，伫遐关心，互相带导。咱伫拜五嘛有推动讲即个 RPG 写毋对去RPG 的即个复兴祈祷小组的模式。咱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点真重要咱请各小组会当有即款家己的方式，咱去年拢有捌推动过中保大道的祈祷室，咱嘛暂停开放，但是咱请全体的即个中保大道勇士呢，照服侍的时间，伫家内伫安静的所在，继续来守望祈祷。祈祷的事项，咱会透过网络透过群组伫遐来传播。最后，有关是咱靠信心，咱来祈祷，为着台湾土地平安来祈祷。全体咱富强的家内人，伫疫情期间守望祈祷，求主保守，咱紧会当有疫苗通发挥功能疫情会当消除。咱最后来看一个安怎伫厝里接受这个网络礼拜这个影片咱才来做结束。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对3月15了后，约用2个月时间，咱会暂时性伫厝内底用网络转播来共同礼拜。因为用这种方式会改变，所以牧师有以下几点会提醒。第一项，虽然咱伫厝内底敬拜上帝，依然是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对3月15了后，约用2个月时间，咱会暂时性伫厝内底用网络转播来共同礼拜。因为用这种方式会改变，所以牧师有以下几点会提醒。第一项，虽然咱伫厝内底敬拜上帝，依然是全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共一个时阵做伙同心敬拜。所以，咱依然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是伊所欢喜的。第二项，所以咱伫礼拜开始的前10分钟，咱也是会由牧师伫传播中带领大家做伙来祈祷，接续有事情来建造。所以咱得将圣经甲圣诗事先准备好，全家做伙准备心来礼拜。第三，咱得按照师会的指示来进行礼拜的整个程序。吟圣诗的时阵，如果若方便的人，咱得起立，用敬虔的心做伙来唱。大欢喜，乐乐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启用的时阵，咱就用回应的心，甲师会做伙来启用。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第4项，伫奉献时，咱就将奉献的金钱分别出来，咱准备一个箱仔，也是铺满来放这个奉献的金钱，听候适当的时间提到教会，也是利用教会所提供的奉献的方式来奉献。我就敢要提去教会，好，安尼来，我小等，我用信用卡，所以我写，你直接叫我提去教会，好。咱就先把钱献到内底，啊有时间才做伙摕来教会。最后，咱同心接受祝祷，然后默祷散会。亲爱兄弟姊妹，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咱更加应该爱专心信靠上帝，愿上帝赐福保守。亲爱的家长们以及孩子们，别忘了每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也会有儿童礼拜的转播，欢迎收看。也千万要记得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观看，而且我们有给家长的一封信，欢迎你透过那里能够知道如何陪伴孩子们在信仰上的学习。愿上帝祝福你。上营，请会众起立，咱来唱每遍的诗歌。上营的诗歌，何乐天顶主宰。何乐天顶主宰，从这天的高行，何后万民，朗朗的普天，放心何乐兄弟，何乐三位一体。咱请下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怜悯、扶持帮赞，甲伫现场的同工，以及伫网络所有的兄弟姊妹，以及未当收视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愿三位一体上帝伫咱中间做工，保护甲看顾，对打到永世大无煞。阿免。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